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让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开始，嗨，大家好我是龙。大家好，阿迪。咱今日是第几集知影无？99集，嘿99集。对，所以后一集就是100集啊。是吼，无简单呢。100集进前，咱要讲一个我感觉真重要、真有意义的故事嘛，是故事的代志吼，甲大家分享一个特殊的语言。不过伫咧这进前，咱同样爱来学一寡老话，留言，留言或者老话拢可以吼。就是这个我之前去少年兄嘛，报道少年兄，那有一个伫咧 Apple Podcast 顶管有老话，伊的这个号名叫做这应该叫做神话吼，善化应该叫做神话哦。应该是啦，那毋对，你甲我纠正一下啦吼，我毋知影神话这个。人本地讲甲咱的话会无共款。对，神话当归茶也好啉吼，这是伊的这个号名啦，伊家己号名啊，还是讲。伊的这个标题是讲，也是少年兄的听友啦，吼，就是平常时是听这个报道少年兄，伊讲7号兄，伊讲一直伫找，伊写华语啦，我来翻译一下吼，伊讲一直伫找历史文化内容的节目，为少年兄迄边听到阿迪随随就甲即个订阅或者订阅起来啦吼。我家己今年开始搁较注重着民俗的细节吼，一寡优点，使伫遮听到这真有路的分享，甲各种民俗的台语的发音，实在真欢喜啦。所以感谢主持人，我嘛真多谢伊来听，就是感谢你的收听。对当然因为拄好讲到语言这件代志。这是今日毋是讲今日，咱即边要讲的一个重点安尼。来讲重点之前，你有什么想要甲大家分享的无？你拢安尼向等一下安尼大粒要叫互我，因为我大概拢长度拢小较长，所以我就是看你要讲啥，决定我要搁讲话。拢无传，拢无准备，像你今日嘛是向咧讲，拢无传呢，无传咧等哦。安尼才自然啦吼。有什么特别跟大家分享的无？无啦，是讲100集，拢有，我讲吼，少无简单吼，已经甲阿迪安尼来去来回安尼吼，做2年外，2年通。超过吼，超过。是感觉我那真无简单啦，感觉不哩莫讲满意啦，是讲有欢喜啦，欢喜心，做了欢喜，做二娘还做二娘，做了欢喜。嘛个吼有这个听友甲咱鼓励，所以我嘛感觉鼓励，甲咱支持，甲咱斗赞助，甲咱斗话声，甲咱拍扑啊。对，咱本来就是安尼啦吼，讲做一个创作，做一个作品，拢会希望讲有得到大家介意啦，大家支持，无毋对吼。那好啦，算讲是即个99集的感想就对啊啦，你一个想法安尼，因为即个故事我嘛毋知我讲出来，即个长度会啥款吼，所以我今日希望讲，尤其即个故事讲实在小可点到吼，因为我一直伫做即个主题的时阵，其实做真侪功课开搁较侪时间。嘛，其实嘛真侪伫丢伫的所在啦。我要讲到什么程度？伤深的物件，讲实在对大家来讲有当时听起来伤负担。拄好去共伤着。较毋是即款情形啦吼，主要是讲因为
大家伫听用耳孔听吼，你若讲真正讲较伤深伤复杂的物件，大家反应袂过来，因为你敢若靠耳仔嘛，无其他会使帮助你讲更加了解的方式。那第二是讲，那讲到伤浅伤简单，有当时啊，这真重要的所在，我嘛无希望漏交，因为对一寡人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代志。所以家己伫准则这个代志的时阵，就会较辛苦。我要讲到什么程度？大家会使理解。甲倒一个坎站吼，有时啊，就是讲吼，真歹准则。对，歹准则啦。吼，你来暗来测去，我遮较轻一寡，较浅一撮，遮较重一寡吼，遮可能较轻松，遮后壁可能较颠倒。有时真歹称重咧。对啦，嘿，所以这就是这款物件就安尼啦。请吼，大家多多包涵啦。嘿，毋过我真希望大家会使开始来注重着咱今日要讲的即个问题吼。当然，凡是每一人听了后咧，有一寡家己的定论，有家己的想法。虽然想法无共款。嘿，老实讲，即个问题我其实无定论，我无一个结论，但是我感觉真值得咱来思考看卖。好啦，安尼讲较长啊，大家咧你想讲，你到底是要讲什么物件？当然你若看标题，你是知影，就知影是啥物件啦。我嘛毋知影，也未看到。拢无。其实是我要先放一条歌互大家听。所以稍等我一下。安尼哦。わかるがはあんたにそのまま待ってるのいくらの時間いくらの一年もいいそのままこっち待つあんたにわからんこの夏で最後どっちの未来あるがないのどんな悪いのけどんな悪いのかかもいいわはの路岸絶対うげし未来どんな笑会会安的你爱の路岸はきっとな自己完成山の考えたにいつれてくるあんたは絶対やめろあんたに拄则咱听到的这条歌叫做《絶対やめらんあんたに》，绝袂放弃你。完了，华语就因为伊原本有写华语啦，叫做绝不放弃你。创作者是台湾族人亚威比后，汉名叫做吴以诺，伊无台语名啦，因为是这个台湾哈，伊叫做吴以诺。当然，咱有讲伊的族名亚威，应该是念亚威比后。那会晓日语的听友可能会想讲，咦？这歌名敢若是日语吼，我都讲絶対やめらんあんたに。内底的歌嘛，敢若日语。头拄的歌向听起来嘛，敢若是日语吼。毋过咧，那会敢若一款听有，一款听无吼。当除了即个个人每一个人日语程度的好歹以外咧，因为即个语言咧毋是日语。讲即个语言的族群嘛，无一定会晓日语。伫讨论即个语言进前，我感觉咱先来熟悉几个即个宜兰的台湾族群，即较特殊的。头一个台东乡的关溪川寒溪即个所在，咱读做关溪。寒溪关溪即个所在上有名，就是关溪吊桥，对无？但是即马吊桥已经废掉，拢做迄落阿弥陀桥。对，嘛是新的吊桥啦，新的吊桥啦，是嘛是算吊桥，但是以前的吊桥的海真厉害。当然，拢即个更熟，我要收录出来，拢真厉害吼。当然，关溪吊桥嘛真水哦，是真水。过来嘛有真侪即个露营区，
露营区、露营区遐暗时也诚水吼。那露营嘛有一款讲法，之前伫咧海道南先生的时阵，我去参加因海道南先生节目，有介绍过叫做黑天路或者孝天路，这个大家讲一下。来第二个所在，南澳乡的这个东岳村东岳村，那东岳其实就是伫咧东澳啦，东澳这个所在吼，还有一个东岳国小、东岳影泉，对，迄个所在打上称的应当就是算讲这个已经毋是毕竟啊啦，或者粉礁拿对无？粉礁拿海边啊，较早是毕竟，较早我去时还佫是毕竟，但已经毋是啊，还有这个咱拄讲的东岳影泉这个所在，涌泉呐，冷哦，就冷诶，真冷，早20外度的款。等下去出囡仔去算正舒适。是吼，其实台湾吼过去的文化内底是无背乌这款鱼啊。毋过长久以来咧，即个东岳即个所在吼，因摕背乌来烘即个背乌干，或者是做背乌料理、鲱鱼吼背乌料理，当已经变成即个东岳的特产啦。背乌伫一般所在，东岳你应该爱讲东岳啦，真少人伫讲东岳。那伊较大的范围内底是东岳无毋对吼，毋过东岳的范围较大，伊的行政区的东岳是内底一个咱讲部落，过去的部落。过去的人安怎叫咱当，我则毋知影吼，因为我后来阮伫即个所在拢讲东岳较济人，较是像你讲的。咱若有知影的朋友，就是即个东岳迄边的朋友，佫会晓听台语。拢讲东岳，还是拢讲东岳村？东岳国小跟东岳涌泉吼，东岳影泉吼。那要讲即个影泉是来叫东岳噶啦吼，因为伊开始人本名做东岳涌泉，毋是东岳影泉哦。你做东岳，即个时阵都无好做东岳影泉吼，但迄个所在做东岳无毋对，大范围做东岳。对，即个所在吼，一般咱讲背乌吼，大部分的大家是讲即个对日语讲是讲多比奥。代表就是即个背乌鲱鱼的名吼，大家做伫讲的时阵，会用日语来讲。伊当然就是来自日语啦。毋过另外伫遮吼，咱当讲的东岳即个所在，还佫一个名叫做北北。北北什么意思咧？要不要佫一个 K 结尾吼？北北。吼，迄个声较轻，这意思就是讲鱼仔啦，吼，就讲即个背乌毋是两边，迄是足大片，吼，呀背起来，敢若伫吼，敢两个鱼仔共款，吼，白撇来撇去安尼。即个字本身是鱼仔意思，是鱼仔意思，后来就是摕来做即个伊伫当地啦，摕来讲背乌即款鱼仔呢，是安尼吼。因原本是无即个物件啦，但是因遐诚时间做即个料理，佫做成各种物件，就开始以这出名安尼。过来第三个所在，共款属于南澳乡，南澳宜兰的南澳。即个那行政区的或者金阳或者金阳啦，金阳也可以啦。金阳村，华语有做金阳村啊。那台语宜兰腔我讲金阳啦，金阳村、金阳村。但咱知影讲，我知影讲你甲即个南澳关系诚深啦，所以对于南澳诚济所在嘛诚熟悉。咱在地人。过去伫讲金阳村即个所在，佫有别个名。我拢号做吼，毋知是日语我若毋是，我是无介清楚。毋过我拢安尼讲，若讲金阳，我拢袂去讲金阳，咱讲基诺斯。基诺斯，咱讲你要去遐你要去基诺斯，因为南澳的行政区甲基诺斯吼，不诚远。对，有时阵啊，敢若搬山过你会感觉哦。我嘛拄特别讲到即个物件，像咱对你拄则的讲法，或者基诺斯嘛，真山啦，伊在讲山内到底。因为即咱讲金阳即个所在是基诺斯即个所在吼，你莫看伊一个川吼，咱讲金阳川吼，是一个川吼，毋是敢若看伊一个川尔，伊一个川的范围大细。偏规个宜兰县的头城总为大起宜兰罗东东山5个甲所有市区加起来较大，也就是讲，即个村的范围比规个宜兰的南洋平原、南洋平原佫较大。安尼甲话，对，我看过地图，伊范围佫较大。来讲，部落内底人无济。对，就是人愈少，地愈大，吼，即个观念。所以你若去看地图，吼，即个金阳或者咱讲基诺斯即个所在，甲南洋平原比起来，伊平南洋平原较大，比咱所有市区加起来较大。我若去是安尼咧，安尼踅一日尔，其实不一日你一免偌久。有人的所在无济。是啦，有人的所在。一条路隔一条路是差足远的。对啦，迄部落伊就知影一层一层安尼吼，就你踅
下面几分钟？你若讲哦，迄度隔壁路，迄隔壁路，你讲徛半点钟还未到安尼吼，这隔壁路迄款的哦，隔壁路。但是咱今日要讲的吼，这个范围，敢若是金阳川或者是基诺斯的博爱路，遐一条路是博爱路。我敢若要讲博爱路，基诺斯的博爱路尔。住伫这顶悬的泰雅族人，泰雅人吼，我敢若要讲即个部分，遐有真济无共款的，真济泰雅族，但是我今日要讲，敢若要住伫博爱路顶悬的。哦，这个哦，我无来去看卖，无一定我有熟悉。系有可能吼，最后个第四个地点，共款属于南澳的吼，你若是硬要读做叫做澳花川呐，就是南澳的上南边，也就是宜兰的上南边。华语叫做澳花啦。对，澳花吼，就是南澳的上南边，伊若过大芦水溪，就到了花莲，伊就伫咧花莲的隔壁，就是讲南澳甲花莲之间啊，所以叫做澳花。但是在地人毋是安尼叫嘛，咱在地人安怎讲咧？叫做芦水。我若讲做，你要去对，要去芦水，就是澳花。都毋是中华的芦水溪遐，嘛毋是宜兰的南洋芦水溪，拢毋是。伊属于宜兰县的，各过就是好平，就算花莲的。对，伊就是好平甲即个芦水之间，就是大芦水溪，迄条溪就是大芦水溪，嘿，就是靠迄条溪来界界，所以大家就知影，在地人叫做芦水，属于宜兰县的。是吼，溪对花就是花莲啦，即几个所在，感觉即个双子加减有熟吼，有啦，因为以前阮妈妈伫遐故乡伫遐去啊。遮其实大部分拢是泰雅族人吼，泰雅族人吼，泰雅族所在啦，因的部落因大的所在吼，一般吼泰雅的族语，当然就做泰雅语嘛，泰雅语嘛，泰雅语目前来讲啦。泰雅语咧，因为所在甲部落的无共，官方考试认证有6种方言，就平讲，咱是泰雅语，但是泰雅语内底佫分6种，就是讲讲客话，但客话还佫有什么腔的差别，而且是彼此之间会使差真济，对无？吼，是毋是讲听无对方？听无对方伫讲啥呢？即个泰雅语嘛是共款吼，包含讲 Skulak， 用我嘛佫。连伊的华语名嘛读互大家，因为等你若有兴趣要去查的时阵，你至少有法度拍字吼。因为我若这台语无过去无特别翻，我一般我的惯势我都会用伊的原文。但我用原文你会就歹查，因为你毋知这字安怎发音的。歹吹哦。头一个我讲到 Skulak， 就是塞考利克泰雅语。叫塞考利克，这是一款。过来叫做苏利。叫做华语叫做泽敖利泰雅语。还要再记会着。过来第三个做格雷善宜兰泽敖利泰雅语，这个格雷善其实就是南澳伫咧原住民伫泰雅人的这个语言内底，南澳就叫做格雷善，南澳乡迄个所在大范围所在，所以这个所在的泰雅话就是宜兰泽敖利泰雅语。过来做门高湾，刚才想的我歹势我不想给你的档音去档，这叫做万代泰雅语，万大泰雅语。过来还有马杜瓦了，叫做温水泰雅语、ski 棍、素桂泰雅语，总共这6款，大家已经听个讲呀，对吧？我要跟你知影讲有6种方言就对啊，只是因为我希望讲尊重因的语言，甲因的语言的名拢读出来，所以我调讲安尼讲。然后后面大家嘛去找一个啊，这几个字，数据就较好写啦，万大就万代啦，一万2万的万，大细迄个大所以这种较好找。有诶像温水是3点水，搁一个文章的文，水就迄个水就免买使。那泽敖利大家较歹找啦，其实你只要找其中几个度，后壁其他拢会找出来啦。迄个敢拢会小看连对，方便大家找。所以这个所在我甲华语嘛读出来，互大家参考。那台语当然你会使用台语惯势读法去读族语啦，但我都希望讲尽量用伊的原音去读，我就是用伊原音读就好安尼。那你对咱讲台东的关卡，南澳的这个基诺斯的博爱路，我个特别来注明，基诺斯范围足大的吼，伊博爱路尔，过来。这个芦水，过来东角也是东澳的这个所在，东澳的部落其中之一啦吼。这几个所在的这个泰雅族人，因是属于打一款这个泰雅方言咧。都有。咱当讲到6种嘛，这6种的倒一种咧？这4个所在的人。4个所在，我较咬你。
歹势，这6种拢毋是。对，因为这4个所在使用语言来合作克里奥语。你毋是甲装死啊？克里奥是啥物意思咧？这个其实来自英语，这个英语咧合作 Creole， 或者是这个美国腔，你若是英国腔，读做 Creole。哇，对嘛！无要紧，咱用日语读日语合作 Creole 这个语言。那华语嘛有这款讲法，叫做克里奥语，或者是克里奥尔语。这就翻译来的嘛，你知讲这是一定是对 Creole 这个字来的。那这是倒亚来的语言呢？这倒亚拢毋是。这是一款我甲合作方言语的语言，也就是讲这4个所在台亚族人讲的这款语言合作方言语。方言语就是讲方言知影无？无方。方言你知影啥物意思无？方言就是方的啊。咱知影讲方言鸡是啥物鸡？你知影方言鸡是啥物鸡无？毋知哩。方言鸡就是土鸡啊、腊肉鸡生出来，嘿，也就是讲2款生出来合整生出来，这款鸡叫做方言鸡。那是用咱台语内底关系讲 ainoko 对吧？就是鸡的 ainoko 嘛。方言鸡就是鸡的 ainoko。那是这个方言语自然就是2种无共语言的 ainoko。安尼敢若真困扰的。也就是讲。这个合作克里奥语的语言，或者合作方言语，方言语是我较好的啦吼。克里奥语或者是方言语，这个语言其实是一款南会，甲2款无共语言南做伙变成一个新的语言的语言。安尼算讲，我的话你听有，你的话我嘛无一定听有，南到尾啊拢听有。克里奥语其实有无共款的套南吼，克里奥语这个词的本身的意思是讲。套南的语言，所以有可能，比如讲，以咱今日要记的这个例是台阳，伊本地是台阳族人嘛，台阳加上日语，对啊，咱有听到这条歌，就是用这个宜兰克里奥语来学的，所以来唱的，所以你听起来敢若日语，但佫敢若听拢无，伊就是因为伊是当时是台阳的语言含这个日语，南做伙生出来的新的语言。我有听你讲，有听说，就是讲以前因遐真侪拢用日语。其实大家讲因讲日语无完全正确，因为因无学过日语，对伊来讲，迄是伊的语言，伊的母语，伊是一个新的语言。所以这边咱要讲的这个克里奥语，大概克里奥这个字会使会记哩啦，就是叫做 Creole。对 Creole 目前是台湾唯一一个。这个克里奥语专名叫做宜兰克里奥语，宜兰这2个字嘛，伫内底有专名。克里奥嘛，敢若就是日语啊。克里奥其实是，你若日语叫做克里奥鲁，因日本人甲这款语言叫做克里奥鲁，但是我是用伊的英语去翻过啦。虽然讲宜兰克里奥语，华语叫做宜兰克里奥尔语。那有一个俗称，反正你捌听过，叫做关溪语、韩西语。是安尼哦。也就是讲以关溪做代表啦，当然毋是敢若关溪这个所在讲这个语言，总共咱讲这4个所在拢有讲这个语言。其实这款克里奥语还有一个前身，有个一个前身是伫伊成为这个克里奥语进前，这款语言的套南会先变成批情语，英语叫做 Pidgin，所以我就照迄个音乐翻到批情语根据一个语言学相关的这个网站或者马国的语言学，伊的讲法讲，这个批情语就是2个无共语言的族群，比如讲咱甲日本人，咱讲台湾话，伊讲日本话，你听无嘛？咱嘛听无。为着彼此沟通的需要，我可能爱甲你做生意，我可能爱甲你来往来因就甲家己的语言的文化甲简单化，我莫讲甲较复杂，简单讲，一寡词可能我有学过1-2句啊，知影你即个词安怎讲，我甲揽伫我的话内底，大家就咧个技巧的手安尼。有时就个走音去，就听有就好去安尼。就是想要互你加减听有我的意思。其实咱有当时甲外国人讲话时嘛，有即款的有无？比如讲你英语无介好，假使讲安尼啦，毋过咧加减会晓1-2个字，互咱加减啦 hi 啦 hello 啦 right 啦 left 可能像这几字安尼。你当着一个美国人来甲你问讲，火车头伫倒位？明仔甲因的正常，你若一般人来甲你问甲你共款语言，你讲你要向前即条路直直行，当着伫头一个12路口，你遐有一个青红灯对无？你就搁伫遐正，我搁行200公尺左右就到啊！一般人来讲话，咱人伫问路是咱甲报路是安尼报，但你对美国人安尼甲你问时，你无法度安尼甲讲啊，对无？即时你可能就等讲，
手拿伫遐记吼，啊，哪甲讲头前直行，嘿 ，traffic light 吼，啊 number one， you turn right 迄边，就是咱会甲咱家己的台语吼，加一个英语，简单个 turn right， 咱才讲是正边吼，啊，迄边你就讲台语，文法简单讲，或是会晓一两句啊，听有啊，会晓讲你好，像这样，咱就甲人做伙讲，其实这就是参南的语言嘛，啊，甲咱的文化足简单啊，对无？吼，咱本来是爱讲个足老长的，但变个足简单安尼。像我知影讲，算洪志进前有学一寡越南话，对无？吼，你有学一丝啊？印尼啦，你是学印尼话？印尼啦，佫外拍片佫摕来看咧，佫甲迄吼，伊来迄个印尼迄个我用安尼甲伊讲哦，讲者。印尼转去啊，就伊嘛甲我的话拢摕转去啊。就是比如讲，你若当着厝边有请即个印尼的看护吼，那你若甲伊讲话，是毋是你着用一说你的语言，加上一寡你学着的这印尼话，对方嘛是可能会晓一丝啊华语或者台语吼，佫掺杂一丝啊伊的语言，甲你安尼互动讲话。手会倒安尼。咱即时阵讲的话是毋是拢加足简单呢？是咯，你着袂甲问足复杂的问题，吼，袂甲你讨论伊的心事无法度。但是可能简单讲，衫爱收，落雨吼，大概然后反正你会晓一说讲学着落雨，印尼话安怎讲？落雨你用印尼话讲，爱收你可能就是用台语讲比如讲安尼讲，吼，这就是叫做批情语。这款物件就是套咱的语言，为着咱的目的性，为着咱的需要，这款套咱的语言长期落来，为着需要，伊就会固定落来。对啦，这就是批情语。不过这款语言文法简单。破嘴，好像咱拄仔我的举例，甲你拄仔即个感觉拢共款吼，主要就是为着有目的性，为着要做买卖啦，或者是简单的谈判，交代较简单的代志，像咱举例讲，爱收衫落雨啊，吼，就大概就这个。有啦，上基本就讲再见咧啦，吼，拜拜啦，这拢较会讲，就是像这款较简单的安尼，伊甲你教你个揽入你的语言内底。毋过这款语言吼无社交的功能，社交讲咱来交配，咱来做朋友其实真困难，因为袂通嘛。咱等到家己各自的族群，比如讲你等到厝内，或者是你甲其他的朋友讲话，吼，你甲遮其他徛家人讲话，自然咱有关讲咱自本的母语，你可能就讲台语安尼，你就无可能去对因讲这参南印尼话的因为听无你就要安怎甲伊讲呢？但是这个批情语呢，愈来愈发展落去，会发生什么代志呢？伊的文法会开始愈来愈复杂，因为大家开始因为这个语言固定啊，固定了，大家开始会晓使用了，愈来愈侪人会晓使用，伊语速开始就会固定落来。打一个词，伊自本是母语，打一个词是结合入来的外来语。过来，伊会开始固定落来哦。比如讲，我讲到打一个词的时候，已经惯势，我这个词就是讲外来语，这个词就是固定讲母语，对，变成比如讲，那以台语来举例，台语无算克里奥语，这是爱甲大家讲。但是咱嘛常常有某一寡词，为外口入来了，就固定用这个词，比如讲说文，对，说文其实嘛不是咱本来的语言，不是。咱就会甲这个物件摕来用，固定了就变成咱伫使用的物件，变成敢若咱语言的一部分。咱嘛袂讲这是外来语是啥？用久的关系就敢若咱家己啦。这个时阵就这个问题就是讲，你开始文化嘛愈来愈复杂，语速嘛开始固定落来了后咧，这个语言的功能或者语言的功能，就会愈来愈完整。好，开始就会使讨论较复杂的问题啊，有法度表达的代志较侪啊。自本地批情语。简单的方式愈来愈复杂啊！吼，过来咧，我功能完整了咧，伊就有机会长落来，或者咱既然去讲团落来，团落来啦，团落来是啥？团落来或者长落来，哈！你若是文言讲就团落来也可以啦，哈！就是讲团互后一代啦。到迄个时阵，这个语言就变成新一代的母语啊！好，就出现这个代志。这个到时咧，咱就是讲伊的这个批情语会变啊，变成咱拄仔讲的克里奥语。也就是讲批情语变成克里奥语有一个上重要的参考，就是敢有母语的使用者，一旦若有，这就变成一个新的自然语言。也就是讲。
今日即个语言南做伙本来是咱生活当中加减啊使用，后来你甲即个语言传互你的囡仔，你的囡仔敢若学会晓即个母语，伊甲当做母语使用，已经变成母语啊，对啊，伊就是自然的语言。因为你传承互伊啊。是，其实世界各地吼拢有出现即款克里奥语，或者是讲方言语的即个情形吼，其中大部分拢是当地语言去套揽着法语、英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这几个语言为主。咱听友若对全球历史有小可知影，就会联想着讲遮个就是真正伫个世界4个10名的遐个国家啦，就准开咧吼，这我会遐我会安尼，恁就是拢我的路财，虽然10名的国家，嘿，无毋对吼，克里奥语的出现一般拢甲殖民有关系吼，而且咧有诶克里奥语甚至会套揽几落种语言伫咧内底，咱举一个国家啦，即个国家甲台湾有邦交，这真歹找咧，个台湾有邦交的国家无济吼。这个国家咧叫做海地，之前有这个新闻啦吼。这个国家之前发生过这个总统互人枪杀的代志，前几年前我袂记得吼。海地过去咧是法国的殖民地，当然伊的这个海地克里奥语就是目前吼是当地大部分人的母语哦，因讲的不是海地语，因讲的是海地克里奥语，也就是讲，这个语言是掺染法语，还有当地的海地语。那亚洲嘛是有哦，像澳门，澳门因是有葡萄牙语、南广东话，宜兰腔讲广东，你若讲广东也可以，广东话，因为因遐会晓讲广东话嘛，因当初是葡萄牙，伫咧统治啦，伫咧管理所以因就是葡萄牙语、南广东话。毋过因是无号做克里奥语啦，因家己有一个号法叫做澳门土话，土话当然因嘅讲法就是安尼。若台湾过去还有一款嘅叫做金蕉白话香蕉白，金蕉白话，主要是台南到高雄即骹搭嘅即个北部族群使用嘅，伊是掺染台语加族语，当地族语。但是这个族语是啥物族语咧？过去有人认为讲伊是即个西拉雅，西拉雅族，西拉雅。毋过咧后来咱之前捌介绍过西拉雅族的族群，就是即个听会语。就是他听天意，就是迄个正高走敢若飞去接着，讲着西拉雅吼。毋过后来咧，搁较侪研究是认为讲，这应该是台湾就是咱讲台湾即个属的发源地台湾吼。那迄个所在原住民族敢若说大武族，我若无记毋着，应该是安尼吼。这就较复杂，咱遮就无搁讨论，因为目前真少听着吼。主要即个语言当时是为着对抗日本发展出来的秘密语言，伊虽然是掺染语、台语、南族语，但是伊是秘密语言。在我当前听讲，还有几啊人会晓使用啦。安尼但是这人嘛拢真侪岁啊。当我看应该是差不多无啊啦。我甲当嘛无几个弟弟啊。伊当嘛是送的母语啊。少年的嘛不要讲啦。无毋对所以这都已经会使算讲是无啊啦，绝种啊啦。对囡仔这咱就无搁讲，所以毋则讲全台湾目前唯一的克里奥语就是关客语，或者叫做正式名称叫做宜兰克里奥语，这是正式名称。所以咱特别讲对来宜兰克里奥语，也就是宜兰方言语遮来的。总是宜兰是安那会出现这个台湾遮尼特殊的方言语克里奥语咧？是安那也高宜兰的部分台语，嘛毋是全部台语部分的台语族发展出这个语言。拢听有吗？那么咱就会知宜兰克里奥语的发展甲困境，咱下困一下后半段来继续讲。好。你即马收听的是阿德来开讲的 Podcast 声音节目《台语话故事单元》。在这个单元，你会使听到台湾的民间传说、在地历史，也有特别的风俗民情、都市传说。我会用台湾的本土语言之一台语，
来陪伴你做伙熟悉咱家己，也会邀请甲台语创作有关系的创作者来开讲，介绍好的本土语言作品给你，希望你会介意。那安尼，咱就继续听落去。好，咱后半段继续转来。来了。顶半段会忝吼，因为这个正个到啊！你若是有听到后半段的听友吼，感谢你头前有忍耐吼，因为这集这个语言的问题，我是真正就希望甲大家讨论一下啦吼，所以头前是需要一寡基础的这个知识给大家，因为若无这个知识，咱后壁真歹讨论真歹互大家理解这群人因拄着的问题是啥所以专讲这个头前较辛苦一撮，你若愿意头前听了，后壁会较轻松一寡啦。得讲这吼，所在地方啦，我是拢有熟悉啦。可是伊讲的语言吼，讲实在，我听干的不。恁定定当做伊伫讲一句对无？啥啥的呀？无毋对，我过去我嘛去过南无吼，当地有一个即个台阳文化馆的款，什么馆我袂记哩啊吼，类似博物馆安尼啦。我都甲内底人开讲。台东啊？毋是台东，台东有一个台阳文化馆，我知影。南澳遐嘛有一个，我捌去过。迄个咧，当地人我嘛捌甲伊开讲。我就问讲，台阳话吼，恁平常时讲台阳话吼，即个要去倒，比如讲小姐妹是讲要去倒，时阵安怎讲？嘿，你敢知安怎讲？伊甲我讲，阮讲都可以去。你若会晓日语的人就知影讲即句话是伫讲是日语的意思。所以过去咧，我嘛想讲足奇怪，哪会讲日语咧？其實就是咱當地講的即個宜蘭、克里奧語、風雅語即個問題。但是講即個後半段進前共款，咱有一寡即個人的老話來講即個，這是佇咧即個 Spotify 頂懸的老話，伊是講咁無可能甲 Podcast 放去 YouTube 頻道頂懸，這進前其實嘛有人問過我啦，確實有可能，這點確實是有可能，毋過咧。愛開一寡時間去研究一下，因為我平常時無做這個代誌。我當然嘛知影講，這個 YouTube 伊本身因為看的人多，點閱率較濟啦。嘿，伊的這個收聽還是收看的這個數字，而且伊有這個咱講演算法。演算法，有當時你若對某一寡議題有興趣，伊會甲你鬥推測，這是大部分 podcast 平台目前做袂到的代誌。所以確實有啲想啦，但是咧，心有餘力不足啦。在此徵求有這個聽友吼，這方面較厲害吼，要互我一寡指教，還是要甲我鬥相共，要做一個做義娘做志工，還是講？我毋知吼，這個想看覓有這個計劃啦，但是有這個機會是真好啦，但是都愛好時機哩。嘿，有這個計劃啦，嘛會開一段時間去研究一下。當時會開始做這都嘛毋是講做，我若放 YouTube 頻道，我先甲大家講，我目前嘛按算講就是甲聲音放起來我本來就做配圖嘛，我配圖做伙放起來，袂有人佇鏡頭頭前錄音這個代誌。順便補充，你若要看我佇鏡頭前錄音，一個所在看會到。好講，請說。佇倒位你知無？你講。佇咧，即個你若厝有第4台，準開第86台。86台，我替你講過。鏡新聞，鏡新聞，第86台應該是新聞台，鏡新聞。之前咱好玫瑰魏小純主播，迄個時陣之前有邀請講我來錄一寡，即個用台語講，伊即個主題想要用台語報萬事，我真認同即個主題，就是講，台語出一支喙啦。台語應該愛是一個現代的語言，語言就是語言，語言就無人講什麼這個語言真適合表達情緒、表達感情吼。奇怪，這個意思是講伊無適合講理性的代誌，無適合講一寡較有理路、較愛咱講邏輯吼，現代語講邏輯思考的代誌吼，對無？所以我講這就奇怪，所以你講台語報萬事，就是講萬項代誌照你講。
台语拢爱有法度来表达。我讲我真认同这个观念，用台语来说明，你拢听有。是，所以伊进前嘛有找这个天文学家蔡安利教授来讲天文，用台语报天文。那伊进前嘛，我甲我开讲讲希望我做一寡，因为几分钟啊尔就简单咧一集几分钟啊尔。我真正凊彩甲应，你知道讲好代志啊。我完全无料想到讲，其实伊是咧牵古罗南，涉陷阱我困扰你听。我讲无我来讲什么主题，讲啥，伊拢无介满意。你知影你甲伊讲电话时，伊这嘛无满意，迄嘛无满意。我想你到底想要做啥？讲半步。伊要叫我讲健身的主题，但是讲实在，我真正毋是即科的专业，我毋是教练，我就是家己爱兴运动尔来排解压力啦，工课无用啦，啥会使去运动一下，嘛方便讲我会使食较济，兴食嘛，家己兴食就是安尼，所以我完全无料想到讲原来是咧甲我陷害，甲你乌屈啦，乌屈落你跳啦，无法度。因为咱都拄开始就戆都，甲大讲好啊，嘛无想问讲到底是要做什么主题？我先听你的主题，我决定要做无，袂赴我讲答应啊，这片仔蒙咧，就只好做啦。我做个压力足大，讲实在，大家若有看到，因为时间足短，伊就是一个新闻的节目后壁有一个2-3分钟啊，上长5分钟的一个。报比如讲即边台语报版书来带大家看啥物件，安尼大概是即款的内容。那讲健身的物件包含咱讲要练轻轻，练咱的骹脊骹脊片是最重要的代志。咱骹脊片的即个骹脊筋，就是后壁的筋肉。骹脊片的筋肉对咱人徛起来好看无，徛会知无，拢最重要。掉啦，你若无有安尼翘久啊。是，要安怎互你莫翘久，骹脊筋的训练就最重要。尤其个年岁有你看迄个有个人拢头站甲落拢弯腰啊，翘久甲平常时行路拢看涂骹呢。对，像这个问题包含咱练即个三头就是咱的即个要怎讲台语咧华语叫做三头肌啦，就咱手骨顶悬的即个筋肉。个咱的即个手骨啦，个真济所在啦，这我都无讲较济。毋过小动者好无？咱起码爱过转来，你歪路先坐去啊。对，原则上我家己放伫 YouTube 顶悬未来啦，放 YouTube 顶悬的，未放影像，就是敢若有即个配图，个声音就是安尼尔。好，讲转来咱的正题，咱继续讲宜兰克里奥语，就是台语加日语的结合。日本时代原住民族甲日本对抗真济，才日本人青梅大户。比遐白人知是啥？拢无头脑空空。白人其实就是一般咱咧讲这河洛人啊，还有客人啦，就是对伊来讲就做汉人啦，汉族的意思，甲伊无共族的啦。你就安尼讲倒好啊，你就伊就讲白人大家知影一个就是比咱这白人佫较凶啦，讲日本人当然啦，毋管偌济对抗日本最后也是有军事的实力嘛，甲大家安尼压落来，压落来了后咧，为着方便管理，伊嘛无伫管理是毋是共部落，甚至是毋是共族群，甲你全部签做一伙，要求讲我毋管你，就是全部刷来遮做伙大，我就是好管理安尼。举例来讲，伫咧宜兰南澳我花莲这边啦，咱当讲的罗水也是行政区的做澳花，日本人咧甲台语族的 Skuliak 族这个族群赛考利克族Skuliak 甲 Stik 就是赛德克族甲泰雅族是有分开的无共族群连讲的话都完全无共款伊甲这个 Stik 其中的一个族群做多大族群，甲 Skuliak 是歹念的台语，反正就是甲台语一个部族，甲 Stik 的一个部族签做伙，甲放伫共一区，大家住伫共一区域就对啊。自本应该是讲共一个部落才对嘛，咱就是共款的一群人住伫共一个部落，只相算变成讲无共语言的族群爱住做伙啊，两个无共原住民族的人，大混合的。咱拢是原住民族，但是咱无共族，所以彼此的语言其实嘛无互通嘛，无啥共款。即款情形，所以为着讲咱两边免哪互动，免哪沟通咧，大家都因为开始拢有伫学日语啊嘛，叫你爱学一寡日语，你个都甲日本人讲话嘛，日语煞变成因的共同语言，
但都是安尼。所以大家两个原住民用日语伫咧讲话，变成即个情形。即款情形就发生伫咧咱当讲即个例内底，包含露水，也就是澳花即个所在。还有咱就是讲即个 Kinos 金阳川博爱路，咱讲因为金阳川就大，范围就大，都个博爱路即个所在过去较侪人，较有人大。过来就是咱讲东澳的东角，还有大东乡的关卡，这几个所在因为互日本人甲无共族群牵做伙，导致讲因必须爱用共同的语言，什么语言？日语来彼此沟通。日本这个语言是为着甲无共族群往来的时阵伫用的，对无？咱甲外人讲的需要用这个语言，毋过咧因所豆啊纳入去家己族群来使用的语言内底。最后这个语言稳定落来了，开始说传予下一代。就变做因的母语咯。但这所在的人，大部分人是无学过日语，毋过因的语言内底就自然有日语的词，最后变成这个族群的人的母语。是安尼来哈。也就是当然宜兰克里奥语，伊伫咧学术上，就学术用语学术上是叫做宜兰克里奥语。方言语是我方便大家读，大家去了解，希望用一个较台湾的这个感受，台语的感受的词，我特别创作这个词安尼。这嘛爱补充一个，就是讲，虽讲这个台语南日语的语言统称，咱讲这四个所在嘛，统称叫做宜兰克里奥语，俗称叫做关卡语，毋过这四个所在南法，因为范围就大，这四个所在南法比例其实嘛各自不同就是讲，我这个露水的宜兰克里奥语，甲关卡的宜兰克里奥语有小可无共，彼此大概也会通，但是无完全共款。无共所在就安尼啦，毋过平均来讲啦，那个测评来讲，宜兰克里奥语内底有人统计过，讲大概有60%是来自日语。我的母语内底有60%是日语，你听起来就奇怪的感觉。日本有一个语言学者，叫做山田信治，真田信治，山田信治上，伊就针对宜兰克里奥语咧有提出一个观点，伊就讲。过去克里奥语的研究基础拢是欧洲语言来参揽，像咱拄则举例讲，即个法语啦、英语啦、波多加语、西班牙语即款的，因为过去欧洲的即个国家拢世界去殖民嘛，后来才有日本嘛去世界殖民嘛，再到台湾来殖民了呢。所以像即款亚洲的日语南其他语言的情形较罕见，是真宝贵的资料，嘛会使互咱来检验讲，过去关系到克里奥语的一寡理论甲想法，敢真正是正确的。因为你过去拢是用欧洲的语言，即款克里奥语来发展你的理论，但是即个物件敢会使套用伫咧咱的即个日语发展出来克里奥语顶悬，亚洲的语言甲欧洲的，大家要乱的欧洲的语言，敢无法度共款安尼使用所以这就是互伊会使做检验。目前嘛，搁伫个研究啦，研究当中啦。毋过咱话讲翻头，咱打拄着一个问题咱当讲台湾的母语，就是即阵人拢是台湾族，台湾族的母语敢算就是台湾族语？嘛无一定你即款宜兰克里奥语，甲阮正版的正统台语是无共款的嘛？是啊，这正就是目前这四个所在的人拄着的困境，伊的困难的所在。2006年，原民会也就是原住民族委员会，公布着即个台湾原住民族总共认证分作12族42个方言，像咱都讲台语就6个方言了嘛自此咧，就即个族语认证的考试制度，族语认证像咱有台语的考试认证，有客语的考试认证，是即几年来为着要发用即个母语，伊考试其实嘛真久原住民族语嘛是共款有，其实有，只是无时间，大家较毋知影，大家知影啦，较时间。即嘛较知啦，但是咧，咱当讲的即个。台湾族语的考试内底，你会使选嘛？比如讲这6个，你要选哪一个？安尼请问这四个所在人要选哪一个？你讲呢？这就是问题啊！因为台湾的方言内底无甲关卡台语，有些人都讲关卡语，或者是讲宜兰克里奥语，放入去内底。
当时关卡部落有去抗议讲，你这是我的母语啊，我台仔人，我确实是台仔嘛，台仔讲的语言，哪会使讲伊毋是台仔语？是安那袂使？是安讲伊毋是族语？伊是我的母语啊，你哪会使夺走我的认同？哪会使夺走我的语言权？我连考试都无资格，这是最奇怪的代志。所以2007年，原民会甲关卡台仔语放入去台仔的即台语的方言内底，变成讲6种变7种嘛，7款。本地大家想讲安尼就准拄煞嘛，代志就过啊，你要考试就使考即个第七个项，就是关卡语。问题是要用哪一个为标准呢？伊无标准的问题，因为因的警察无遐大，这4个所在语言警察都无遐大，拢是克里奥语。像知影讲才3档尔，你讲2007年放入去内底嘛？2007即嘛112啊。无你讲迄是边个年？咱讲是西元，2007年嘛。过来2010年也就是2010年，过了3年，过了3档，关卡台仔语又搁互原民会为即个原住民族认证考试内底摕掉啊。为什么呢？原民会意思是讲，咱这3年呢，就是要试验看卖，评估讲，若列入去族语考试了，敢有成效？这个考试有成效无？所以讲，我嘛毋知讲这成效什么意思啦？什么总是有成效？你免去比较，比如讲台语认证，一直做台语认证嘛，那比如讲明年还是后年、大后年讲。咱来做全台湾的调查，讲台语的使用人口也是搁伫变少，安尼台语考试废掉，敢袂安尼？就奇怪，无咱袂安尼做嘛，无人安尼做嘛，所以这就是问题。成效到底是啥？我毋知影。你的成效是啥？成效就是看无成绩啊，有看你有成绩出来无？什么成绩啊？比如讲是考试爱考了好，还是爱有人来考试，还是会晓即个语言的人变济？这无交代，我才无找到资料。总共一句就是原民会讲法讲。因甲部落的代表，像牧师啦、校长啦、村长啦，这头人有达成共识。意思是讲，恁在地人嘛是讲，这个关卡台仔语会使排除伫咧台仔语的认证之外就对啊啦。你无算台仔语，无算在内啦。其实这就是这个真特殊的方言的困境，伊的困难的所在。是安怎讲？第一，族群认同。我是台阳，我台仔族人嘛台阳，然后咱有当感情就讲台阳啦对啊。是安那阮部落，阮的族群讲的语言，而且是母语，毋是台仔语，是上有资格认定阮的语言，是也毋是台仔语，是上凭什么资格来甲我认定？第二，爱面对各种质疑啦，讲。你是日本人还是台仔族的原住民哈？靠腰根本就袂晓日语啊，对无？我明明就是讲我的族语啊，是安那你安尼讲我嘛是会有人讲，你讲迄毋是正常的语言啦，你迄是杂种啊话啦，因为是确实是掺杂的语言，或者是讲你是当作当还是日本殖民时代你是活伫日本时代是无？你就真侪对无了解的人会安尼甲你想甲你看，困扰咧是像这质疑咧，其实对即阵台仔人是无公平，嘛真欠缺讲语言平权的想法啦因无像讲华语是强势的语言，伫全台湾通行，而且真侪所在你敢会使用华语嘛？伊无像华语是去压迫别人的语言，人要安怎维持因家己的母语咧？就是讲，你若伊毋是安尼强势语言来讲，伊要维持家己的母语，就已经真辛苦，佮受到即款的质疑，这是真因的为难的所在啦。过来第三，族群内底意见无共。当有讲到什么村长啦、牧师啦、族长都出现这个问题，其实毋是所有这族群的人拢认同爱依次使用宜兰克里奥语，咱目前的母语。有一寡人确实认为讲，咱应该翻头重新讲咱正统的台仔语。照你讲，伊的族群是 Squilak， 塞考利克族 Squilak 就是塞考利克语啊，就是讲台仔一支就对啊。因会认为讲，咱应该要回到咱这 Squilak 的族群较对，所以等于讲。这个族群内底有的人认为我应该依持我目前的母语，这个克里奥语；有的人认为讲唔对，这母语唔对，咱应该回头去找咱正统的母语，正统咱台语唔是母语的母语，做斯克里亚的族语，这都其中都有真侪冲突，或者是意见无共的所在。咱家己族群内底的人都已经意见未统合，你要去对外争取，是啊，对无？你要争取就较困难啊。你是要去对外找讲是正统的？
大家拢要承认家己正统的。因为所谓正统是讲伊是顺台语语，毋是像即款克里奥语的参人语，真困难啊。过来第四个困难是上现实的，目前真侪针对原住民的即个政策优待，咱知影讲原住民族有一寡加分吼，生活大家知影者加分的制度。毋是像大家大部分人想的安尼，吼，毋是讲会争取到你会占到你的业、你的名业，毋是安尼算的吼，伊是另外算的。那对于即款的议题有兴趣，我常常有人会攻击即个原住民讲啊，你著住伫平地，甲我拢共款是安尼，你会使考一个试，你著使加偌济分加啥？请大家家己去小可开一撮时间研究一下即个议题吼，毋是讲一定袂使改，但是这会使。真正好好了解了后，再来讨论讲，即个加分的制度、加分的制度是安怎处理吼？但咱打目前重点是即个制度，是讲因为你若要有这个政策的优待、才认证，你拢要通过族语考试。啊，当台仔关科语或者是咱讲即个宜兰克里奥语已经互人摕掉啊，对无？我爱去考送的族语认证，我今日要取得族语认证的时候，我到底要选哪一个语言？这是足奇怪吼！我要哪证明我是什么人？我考袂掉台湾族语，我毋是台湾人，我毋是台湾族人，是无？我毋知影吼。毋过这嘛，我若去考，譬如讲 Skuliak， 吼，比如讲咱讲这几个部落原本是 Skuliak 的族群，我要去考 Skuliak， 但是这毋是我的母语啊。啊，对啊。吼，所以变成讲这四个所在的人，若想要去考族语认证，就爱去学早读毋是伊的母语的族语。这是足奇怪的代志。真困难，嘿，甲一寡已经本地的，搁伫使用族语的台湾的族人比拼，你是毋是就较弱势？因为这我还搁学一个新的语言，或者是我要接近新的语言，去甲人考试去比赛，嘛毋是讲比赛去甲人考试，我就较弱势吼。所以学习的成本就加人诚济，当然咯，对无？因为你无熟啊，比如讲，咱伫讲台语，对啊。咱学习的语言，咱学习的成本，咱今日要去考台语认证，咱的成本会较低。你对一个客人的一寡语言，甲咱嘛有一寡少部分相通，但是毕竟是另外一个语言。你叫一个单纯的客人来学台语了，去考台语认证，是毋是伊就较辛苦？你免讲啊，这你叫我去考客语，我就有问题啊。是啊，除非讲伊的环境本身周围就拢伫讲即款语言，无伊其实伊就是爱付出较济成本，这就是无法度的代志。这是咱我讲啊，真辛苦的所在，所以我一直希望吼，大家会使感受一下啊，这个物件就是讲，原来台湾有一款语言是。你嘛会使讲伊是本土语言，但是这个本土语言有伊真特殊的所在，是咱大家袂去注意到的吼。因为这个语言的使用人数其实当无济，吼，咱拄讲这四个所在，关卡啦，吼，这个基诺斯吼，落水，啊，个东岳吼，就是东澳这个所在，这四个所在的人拢无济吼，所以因伫咧为家己出声，讲我要争取我的语言权的时阵，讲实在真无力。因为敢若这几个人尔，大家根本都袂去注重到这个语言，吼，甲咱也无关系啊。但是你若甲放大来看，语言的困境，其实对所有使用本土语言的人来讲，拢是共款的。这个心态，嘿，其实我会使同理这个困境，也是这个心态。最后我想要讲是讲。我伫了解宜兰克里奥语的过程当中，其实心内真复杂。一方面是会想着讲包含台语在内，所有本土语言的困境，其实咱有一寡共同性。第二是我嘛真毋甘这的人，想要依持家己传承落来家己的母语的这种种的困难，啊，还有语言所造成的这个人道的矛盾甲冲突，你就是甲人用无共款的语言其实影响真大。对，当时我嘛会想讲，毕竟日语是殖民语言，殖民时代嘛，殖民时代的语言，咱知影讲台语内底嘛，足侪日语的物件，或者是发展出来即个新的物件。毋过咱迄是自本文化内底无的物件，新的物件就日本时代有真侪新的西方的物件入来到台湾吼，本地伊就无即个名，台语内底无即个物件，咱甲伊的日本名摕来用，或者是做一寡修改。咱会拢讲做外来语啊，嘿嘿，伊无影响到台语本身的文化、台语的结构甲台语的主体性。咱有愿讲这是台语，这是无问题。我相信讲
过去有一寡这族群吼，嘛是一定有受到，就是咱刚讲这几个族群吼，一定嘛有受到殖民的压迫甲创伤吼，就像咱刚讲，伊必须爱甲无共族群的人住做伙啦吼，因伫反抗时嘛受到日本政府的打压安尼，咱定定伫讲语言嘛有转型正义，那呢，因的语言敢需要改殖民、解殖民吼，就是改伫殖民造成的影响。讲实在，我毋知，反正也因为共款的想法，因的族群内底才有一款无共款的意见。有的人认为讲，咱应该把这物件排除，回归咱的正统即个台语语，但是有的人就像我刚讲的，这是咱的母语啊！我自细汉听着我的爷爸甲爸爸或者爷爸嘛吼，妈妈或者爷爷，我若无记毋着，应该是安尼。伊教互我，伊传互我，伊传落来诶，伊传落来诶，互看你边仔讲，就是即个语言，这是我甲我诶时代结做伙诶语言，连结做伙，阮传承做伙、绑做伙诶语言，我爱为着即个人甲我讲，什么叫做正统？你是台语，你就是爱讲台语正统诶台语族语，来放杀我家己诶语言是无？这是真大诶冲突，所以我讲实在，我无定见，我无定论，就是我想讲我无定论，就是安尼。所以即个即个内容，对，即个内容其实我真想要问咱诶听友讲，你若是像内底人吼，是你是使用宜兰kreole语诶台语族人，你是宜兰诶台语吼，而且是讲即款话诶台语，这就是你诶母语。嘿，你会传到你诶时势，你会安那想？你希望放弃即个母语？重新找回你的正统台语语，或者是你希望争取你的语言权，把这个语言列作第7种的台语方言。迄爱都应该当事者去思考咯。我希望大家会使换一个角度，就是你若今日是你是这个台语族人，你是咱当讲的东澳的东岳，金阳川也就是Kinos，或者是澳花的这个。对落水吼，对落水吼，还有即个关卡、韩溪，嘿，关卡这4个所在的台语族人，你的想法是啥？我嘛希望讲大家使想看觅，那你若有想要跟我分享，我嘛欢迎你来留话互我，跟我分享你的想法，等下。好，这是咱今日的这个内容啦。今日内容较复杂一煞，较学术一煞。但是这是语言的议题，我真希望互大家理解啦。所以特别提出来跟大家分享。那最后呢，同款是这个，咱有这个特别感谢的时间。感谢以下参加教父甜苗香福金方案的赞助者：闽凤、瑞奇。瑞奇的固定留话超过25字，咱留伫后回节目中才来念。感谢以上福金方案赞助者，甲所有节目赞助甜苗香教父真光彩的听友。今日的内容就到这，我今日讲了唔知大家对这边的内容有什么款的想法呢？这期的内容你听了想改就什么款的指教甲建议，另外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box、Firstory 留言好我。若是你收听平台是 Apple Podcast 也是 Spotify 啦、Mixbox 嘛，希望你使留下个5分数，讲一寡鼓励甲支持。Facebook、Instagram 找出亚特聊聊天，也使看到更较侪节目内容的补充。后壁个一段时间会去了。若要搁看着爱伫迄个。镜新闻86台电视台，毋是啦，我毋是要讲这不要紧，无看不要紧。若是兴有意力，即个愿意一杯咖啡、一包脑糖的钱来鼓励阮做更较侪创作，嘛会使点下小脑子，是睡眠区的赞助连接网链啊。教父是随喜生意食水甜，人生表心意大，别个我嘛介意，毋管这只有感谢你的支持，多谢你的鼓励。咱今日就到这咯，感谢收听，拜拜。わかるがはあんたにそのまま待ってるのいくらの時間いくらの1年もいいそのままこっち待つあんたにわからんこの夏で最後どっちの未来あるがないのどんな悪いのけ
どんな悪いの考えもいい我の路眼絶対无给谁未来都能忘了被灰暗的你爱の路眼はきっとな自己完成山の考えたにいつ出てくるあんたは絶対やめろあんたにわからんこの夏で最後どっちの未来あるがないのどんな悪いのけどんな悪いの考えもいい我の路眼絶対无给谁未来都能忘了被会暗淡你爱の路眼はきっとな自己完成山の考えたにいつ出てくるあんたは絶対やめろあんたに未来未来どんな笑い会あんたに愛の路眼はきっと同じ交換線山の考えたにいつ出てくるあんたは絶対やめろあんたには絶対やめろあんたに